国际新闻来看，南韩宪政史上头一届前总统甲夫人拢互领起来。前总统阮锡悦的太太金建希因为涉查股票、介入选举，阁有受诬说，伫昨暗幕互羁押。金建希伫首尔南部看守所正式放羁押。根据韩联社报道，伊是22日出庭经过4点挂钟受审了后，互检方以涉嫌违反资本市场法、政治资金法、甲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，向法院申请逮捕核准。金建希否认所有指控，这是南韩宪政史上头一摆出现前总统阿某当时封掠受押情况。2人分别羁押伫无共的看守所。前总统阮锡悦7月7日涉嫌内乱叛国案，互羁押伫首尔看守所。 저같이 아무것도 아닌 사람이 이렇게 심려를 끼쳐서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. 수사 잘 받고 나오겠습니다. 金建希互关伫一间大约2至3平的单人房。韩联社报道，这间老房配备会当放物件、厨仔、会当熬的饭桌、电视机、马桶等，或是甲方收押其他人共款。法院核准逮捕令的理由是，烦恼伊可能掩蔽证据。6月李在明当选总统了后，成立特检组，佮对金建希涉嫌16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。13核准的逮捕令只包括其中的3项罪名，这3项指控分别甲 对一级汽车公司估计操纵案，借出谋取利益超过8亿韩票，相当大票1730万；政治中人改选案，根据国民联络党国会议员选举提名，受统一告明白包甲破连，关系统一告伫柬埔寨的开发事业。公司新闻吴连编译。